分馒头干朋友们说你要是想我预备困觉的嘛，结果打开灯一砰，一个潮汕牛肉火锅砰一起跌出来，哎呀，我看得我实在是实在了，想是想得了，我弄得了一二天没困下。那么现在没办法哇，工作结束，还是要冲啊，出发，音乐起。仍然倚在失眠夜，望天边星宿，仍然聽見小提琴如泣似訴在跳動，為何只剩一彎月留在我的天空？這晚以後音訊隔絕，人如天上的明月，是不可擁有，情如曲過只遺留，無可挽救。女优已经上来的，我点了吊龙雪花柿饼和五花指。Kiss cha！ 吃潮汕牛肉火锅，我的蘸料就比较简单，就是花生酱、沙茶酱，还有一点蒜末，足矣。OK， 先来烫一点吊龙啊，8秒钟左右，好看，但是在的不得了。先来尝一块清汤的吊龙啊，就是牛背脊上那块肉啊，蘸上我的蘸料，想这一口想很久了。哎呀，嫩啊，那大命啊，还吃啊！再来一块，裹满酱料。哦，潮汕牛肉火锅里面这个牛烫一下真的嫩，真的还吃我那个。它这边的潮汕牛肉火锅呢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是正常的潮汕清汤牛肉火锅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但这个有点说法，它是贵州的酸汤再加上冬阴功相结合的，我觉得烫牛肉应该也蛮不错的。来尝一下这个酸汤锅里面烫出来的雪花牛肉，来，别讲一家搿只是自家研究出来的，我尝两口啊。啊，哎，这汤是没啥吃的，就怎么形容啊？就是有点像不辣的冬阴功火锅的感觉，还有那个酸味把牛肉的香气激发出来，那种感觉蛮好吃的。哎呦，我有点爱上这个酸汤锅了。哇，再来2块，蘸上我的酱料。我跟你讲，潮汕牛肉火锅蘸上这个沙茶酱绝对是灵魂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厉害吃，我那个厉害吃。另外来上海面的一个爆三脆啊，我推啥不像第一个来，别讲爱上的背一点，日子香有黄喉、鸭胗，还有猪肠，就脆肠了，还有鸭肠啊，啥大珍贵。哦，这个稍微就辣蹦蹦的嘛，辣蓬蓬的感觉啊。哦，那个爆三脆蛮好吃的，它是有点跟 C 那个味道，来一口黄喉啊，爆三脆的黄喉，嫩啊，脆脆的，嫩啊，好吃。哎，我真爱黄喉。去潮汕牛肉火锅，我们鸭子背去吧，祝叔你们马年大吉吧。4级啊！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？就是我吃火锅就一定要吃炒饭，一定要吃主食，就不吃主食，这个火锅感觉就没吃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它菜饭没吃，它这个炒饭是用韭菜还有牛肉粒炒的，应该香的。哦，它菜饭可不是。喜欢吃饭的这个炒饭可以点，太吃。哎，这个韭菜加牛肉粒的香气，哎呦喂，妈的命哎！太吃。哎呀，吃饭，今朝的女牛吃汉嘛，要得像中国困得到的，定心的。这次我觉得 AMD 一个酸汤，还有爆三脆，还有它的炒饭，韭菜牛肉炒饭，没推荐多个，我真的觉得没爱吃的，真的没爱吃的，好吧？你们可以来试一下的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